好，大家好，今日12月7號，而家係晚上嘅10點3。今日呢係立法會換屆選舉嘅大日子。而家呢，如果我冇記錯呢，應該大家仲有9個字嘅時間去投票嘅。咁當然，我出片嘅時候，真係可能係過咗11點㗎啦。不過點都好，我都會盡下人事，呼籲下大家去投下票。點解要投票啊？其實應該喺之前嗰2套片啦，就已經講咗㗎啦。咁你認唔認同係你個人嘅問題啊？我自己呢，食完飯之後，即係講緊食完中午之後呢，就已經去投咗㗎啦。而雖然而家離結束選舉嘅時間仲有9個字，但係我自己個人都幾 sure，我所投嗰個係會贏嘅。點解呢？其實之前都講過㗎啦，咁啊無謂多講，無謂嘥時間。今日呢，好想講講何家勁。點解無啦啦會講何家勁呢？因為唔知點解 YouTube 最近呢就不斷將何家勁嘅片 send 俾我，而整下整下呢又勾起咗我一啲嘅往事。先至聲明，我唔識何家勁，我冇見過何家勁。咁到底勾起啲咩嘅往事呢？其實我都有同大家講過，我係睇亞視大㗎，所以何家勁我應該咁講，我好早就知道有咁嘅人㗎啦。不過當其時候，我對何家勁係完全冇好感嘅。講起何家勁，我亦都想諗埋另一個人同大家講講。當然你未必認知，因為你唔係好似我咁樣睇亞視大嘅。不過如果你有返咁上下年紀，又鍾意睇下亞視嘅卡通片，或者你都會認知呢一位仁兄，佢叫做楊仲恩。個樣係點樣我就唔俾大家睇啦。但係我當其時候對楊仲恩同何家勁都係冇好感，我覺得佢哋兩個都係同一個 style， 可能唔係啊。但係明顯嚟講，何家勁而家再睇返係有型好多好多好多嘅。我相信有好多人呢對何家勁嘅認知呢，只係停留喺佢扮展超嗰個階段，又或者再早少少3年左右度啦，佢喺亞視拍嘅《中華英雄》，好多人都話佢扮華英雄係似過或者型過鄭伊健所扮演嘅華英雄。咁當然似唔似型唔型呢啲呢，就因人而異嘅。不過老實講，頭先我講，我好早之前就已經知道有咁嘅人，亦都睇過何家勁唔少喺亞視所演出嘅電視劇，而其中一套呢，我係印象相當深刻嘅。呢一套就係叫做《神相李布衣》。其實無線呢都有拍過嘅，不過我講過啦，我就冇睇無線㗎，所以無線嗰啲戲呢，基本上我都唔知道乜頭乜路嘅。但係呢，何家勁呢一套嘅《神相李布衣》要講清楚，佢唔係主角，主角係劉偉文。佢最近呢好似有喺無線度演出過。當然啦，你而家睇劉偉文，人哋劉偉文都一把年紀啦，你梗係唔覺得風流倜儻啦。但係的而且確，當其時候佢做神相李布衣嘅時候係相當之正嘅。咁其實劉偉文所演嘅角色就唔係淨係得神相李布衣啊，天蠶變嘅管中流都係一絕。不過今日唔係同大家講劉偉文，我係想講
何家勁。喺神相李布衣呢套電視劇入邊，先咁講先。呢套電視劇其實係改自温瑞安嘅，因為呢一套電視劇，所以我特登去睇呢個温瑞安嘅神相李布衣，都比較失望，因為真係魔改。我自己睇温瑞安嗰個神相李布衣呢，似乎神相李布衣就唔多似主角㗎，因為我睇嗰本書呢，我見到淨係一頭一尾出過之外，中間我都唔多見神相李布衣㗎。咁當然電視劇嘅神相李布衣呢係魔改，係分分秒秒都會有神相李布衣嘅蹤影㗎。而另一樣嘢值得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呢套電視劇好強調嘅係面相，而喺小説入邊呢，其實呢，呢一方面嘅描寫呢唔算多㗎，但係電視劇呢就超多㗎。佢會講俾你聽，呢個人因為呢個咁嘅相貌，所以會有啲咩嘅結果，又或者佢有啲咩嘅際遇。點都好，既然係神相李布衣，自然睇上係 very good。咁何家勁呢？嗱，何家勁喺依套電視劇入邊呢，就叫做水心流。大家而家見到呢個裝束，就係當其時候佢喺神相李布衣嘅裝束。當然，如果你想睇下，我頭先話俾大家聽，佢喺套戲入邊真係相當之正，演得正，扮相亦都相當正。咁當然身手亦都相當之好啦。咁大家可以喺呢個 YouTube 上面呢，你打神相李布衣亞視咁啦，咁你一定睇到由第一集睇到最嬲尾嗰集。而呢一個水心流呢，佢同樣喺相學方面呢，都係相當之了不起，不過就係比神相李布衣係爭咁少少。當然值得留意嘅係水心流，即係何家勁，佢係一個相當之心高氣傲嘅人，佢點容許自己會輸俾神相李布衣呢？而且佢亦都係一個相當之有野心嘅人，所以佢亦都將王偉所飾演嘅端木天威呢係徹底嘅剷除，取而代之將天目公呢係據為己有。頭先我講咗啦，水心流係一個相當之好勝嘅人，咁所以佢係唔會容許呢個神相李布衣係比佢叻㗎，所以佢係虎虎相前，一定要將神相李布衣係置之死地。不過問題，首先我哋要知道神相李布衣有主角嘅光環，所以最後尾輸嘅一定係水心流。點都好，點解我今日要同大家講何家勁所飾演嘅水心流呢？因為我覺得今時今日再睇嘅話，我覺得係相當之吸引。當然講多就無謂，你自己睇下係唔係正，會唔會比展超更瀟灑？咁當然呢幅係硬照嚟嘅啫。其實頭先都講咗啦，你不妨可以去上網睇一睇呢一套神相李布衣。好，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少少嘅過去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多謝你。有任何嘅意見，歡迎喺下邊留言。亦都希望大家 subscribe 點讚，撳下啷啷講傳多啲俾人。再見。